我哋今次咧就派出咗51位成員咧，就到緬甸咧進行救援嘅。咁我哋除咗成員之後咧，我哋帶備咗唔同類型嘅救援工具啦，包括咗一啲石屎嘅爆破器啦，一啲鐵枝嘅切割器啦，紅外線嘅位移探測儀啦，生命嘅探測儀同埋無人機嘅。我哋希望透過我哋同中國國家隊合作啦，互相去利用大家嘅物資啊，可以救多啲緬甸裏邊嘅災民。我們是通過打孔鑽洞，然後使用我們的內窺鏡以及蛇眼伸進我們的洞底，不停地換位置，然後最終確定了我們備課人員的最終的位置。這種方式通過視頻，能夠讓我更加直觀地看到備課人員的一個整體的狀況。緬甸7.9級大地震後，近125小時再現奇蹟，國家同特區政府救援隊合力救出被困災民，係國家救援隊救出嘅第9名幸存者。中國大模型亦都首次喺地震國際救援派上用場。北京語言大學嘅團隊只係用咗7個小時，利用 DeepSeek 開發中緬英互譯系統，針對地震呢一種特定場景，亦都做到精準翻譯。喺救援現場中有700幾人使用。